筆者因為工作關係，不時都會同地產界嘅人士交流。過去幾年，筆者同唔同嘅人士傾偈嘅過程之中，佢哋不其然都會提起一個女高官嘅名，令到筆者印象加深。呢位嘅女高官出身基層，靠努力讀書力爭上游。畢業之後加入政府，多年嚟都係建築相關部門工作，之後一步步攀升。幾年前，香港高官仍係男性主導，佢亦都能夠登上處長嘅職級。佢一接任處長就致力同其他高官合作，推動喺政府建築以及公營房屋入邊以組裝合成建築法起屋。之後疫情殺到香港，佢就拍住時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喺香港極速興建多個檢疫中心以及隔離設施。之後隨着政府換屆，佢就升級做問責官員，統領房屋事務。佢喺接受訪問時就同其他高官作風唔同，不時都會分享自己嘅內心感受，亦都引發唔少批評。例如佢曾經提出住喺偏遠嘅過渡性房屋，入住嘅市民可以重新感受社會溫暖。佢亦都引述入住嘅居民反映，大讚住老院過渡性房屋係一個心靈洗滌嘅快樂旅程。當佢作出呢啲分享之後，其實都引起唔少討論。筆者近幾年都同唔同嘅地產行家傾偈，佢哋不時都會提及呢個問責官員嘅名。有地產界高層表示，不時都會收到佢嘅電話問意見。亦都有接政府工程嘅承建商員工形容佢好勤力。雖然佢唔會成日落地盤，但每一次落到地盤，同事都好緊張，因為佢成日都會揾到地方挑剔，認為相關設計唔能夠體貼住戶嘅需要，之後承建商就有機會要重做啦。佢係房屋事務大總管，雖然會令合作夥伴或者同事感到壓力，不過就有心有力。有個別同佢合作嘅職員齊齊升職做高官。有地產界人士形容佢嘅作風相對進取，多諗頭，相信佢未來推出嘅項目將會令社會繼續有驚喜。唔知大家又對於呢位高官又有咩意見呢？